6月14就是5日节，因为连续3届假期，也烦恼讲这疫情会摊开。地方政府拢希望民众尽量莫回来到故乡。为着要感谢5日节无回来的家己民众，家己关农会特别发起送南部站到恁兜活动，希望袂当回来故乡的乡亲，卖当食到故乡的滋味。后礼拜就是5月节，受疫情影响，高铁车站无过去的人潮。台湾高铁表示，5月节疏运期间的订票人数已经为全国5.6万人降到4万外人。家己县长嘛感谢大家牺牲，减少5月节传播疫情的可能。那所以在这边我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咱家己的乡亲时代，那会使敲电话给你的亲戚甲好朋友，这个5日节拜托伊莫得来哈，因为嘉义县有几个案例啊，拢是为北部得来所传染的，所以咱嘉义县袂堪只有这种风险。为要鼓励伫疫情疫区无回来家己民众，家己县农会嘛准备南部站要来送互因。总干事表示，进前拢会包肉粽来送互低收入户，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把遮的肉粽转送互无法度回来家己乡亲。然后他们都会把这个退票证明给我，然后也告诉我，他们已经退票了。然后像我们收到这样的讯息，我都会给他们很正面的回馈，因为我们还是希望用鼓励的方式去取代指责。高铁强调，配合5月节疏运，嘛有加强防疫措施。每一班车次的座位原则，敢若安排2成以下，嘛会采用梅花座来分散民众，希望落实防疫，避免疫情传播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